是阿难是吧？对，阿难。阿难，这个叫阿难还是阿难？我们通常叫阿难。那为什么有的人叫阿难？那是可能佛经它的注音有把它注成阿难是吧？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。当时阿难作为世尊的侍者，他问世尊：善心比丘将来转生何处？世尊回答：善心比丘现在只有7天的寿命，死后将于火焰中转生为一恶鬼。阿难到善心比丘面前，告诉他世尊所说的话。善心比丘有时他的妄语也可能是真的，所以这7天中我应谨慎行事。7天过后，我再羞辱他。他一直都是会有这种想法。这个中间呢，他也是有先去问过他有得到这种的消息的时候，他又就通过其他的方式问到过世尊，他是7天之后他怎么会死？然后呢，就是他得知了他是食物中毒会死，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方法：7天如果是一个人没有吃任何东西的情况下，也是死不了，最起码还是死不了。死不了的情况下，这一次他就想，就是得到了一个就是那个羞辱那个世尊的一个最好的方法，他就是绝食了7天，他没有吃没有喝。但是这第7天的最后的那个晚上的半夜，他就口渴的根本就是受不了，然后他偷偷的就喝了一口水，就中毒就死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。于是7天中为禁饮食，到了第7天的早晨，因口干舌燥，于是他喝了一口水，没想到是为消化而死去。死后于火焰中转生为一个具有9种土相的恶鬼。因此若看到圣智上师的行为有过失，则应自相合责，并且想这是我自己的心事掩饰不清净所致，上师的行为无有丝毫过失或罪业，应对上师更加升起信心和清净心。如引自己未调自行前，迷乱观察无量罪，善行精通12藏，见识行为讲诈相，善加思维改自过。此外，假如上师甚至表面似乎对自己特别憎恨，我们也不应升起嗔恨心，而应想上师一定是看到了我的某种过失，才如此呵斥我，即是上师观察到以呵止方式调伏我的时机已成熟，所以才如此调伏。应当在上师心性平静时，到上师面前做忏悔等。如应倘若上师现愤怒，见其过失，呵止什么？见己过失，呵则调。见其过失，呵则调。调伏的调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时机成熟，应忏悔，如实制止，不折磨。琢磨是什么意思？着魔。着魔。是重魔。着魔。好。平时自己在上师的身边时也是同样，上师从
坐上站起时，自己不因人坐在座位上，而应立刻站起。上士安坐时，应当问安，在观察时机，供养适合上士心意的用品等。上士行走之时，随行也是一样。若走在上士的前面，则后背对着上士，故不应走在上士前面；若走在上士的后面，则会踩压着上士的脚印，故也不应走在上士的后面。若走在上士的右侧，则处于首席之位，故更不应走在上士的右侧。因此，应当在上士的左侧稍后的位置恭敬随行。若因路途有不位，请求上士开始后走在前面也不相违。上士的坐垫和趁机上士的坐垫和趁机也是如此，不应踩踏上士的坐垫，乘坐上士的坐什么？坐什么？坐骑等啊，也不应什么猛力开关上士的门火，用力敲门，应轻缓开关。在上士的面前时，应断除身体的弄之作态，表情的嬉笑颜开或阴险愤怒等，也应审其说妄语、未经观察的胡言乱语、戏耍玩笑等还其有以及无意义的无什么观其语，应怀之恭敬畏惧之心，使其无所谓的心态。当修学极尽的威力。如公的藏语，上司几时莫安坐，坐时问安受用，若行莫使前后右，他见做成等之后，不应猛力调神，舍其弄子笑弄容，妄等玩笑无关语，三能其地而易事。哎呀，假如有其他人辱骂称上士，你不应以其为友。如果你自己的能力可以制止他们的邪见和辱骂等，就应当去制止；有能力则不应与其长守一言。好，那这个方面非常重要。很多的地方来说的话，就有很多的人都是一样的。自己如果是有一些心里不开心的时候，那找一些人一起跟他说话，一起跟他讲讲说一些自己的朋友的坏话，或者是自己的金刚道友的坏话，甚至说一些上师的一些坏话。那么那种来说，所有的人就是非常是习惯成了一种问题。所以呢，这些方面来说吧，就应当不可以的如因立马称上师者，不应没有其内者。上师一言增大悲，施回一切诸言。那如果是看到有一些弟子有这些违反上师的预言，或者是在对上师有其邪见行，这种的时候呢，你有能力可以阻止他的话，就可以去阻止他。如果是没有能力的情况下，总是要跟他一个距离然后就是不畅所言，这是一个自己应该要做的行为。那如果是你没有能力阻止他的情况下，那么就是
你不找那帮月景，一个南极万龙这个夜，日本做人这康州。